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新歌《我要看见》。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爱心在你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预备心。
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这个棕树主日，愿我们一起带着期待与敬虔的心，迎接主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起立，一起以全心歌唱来回应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虽然眼不能见，万军四围环绕我，相信你必兴起为我们开路，敬拜宣告得胜，主你正在行神迹，相信你必同在为我们征战。扬声歌唱敬拜时，你战胜仇敌；信心举手赞美时，你的能力要兴起。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赞美时仇敌逃离。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耶和华已得胜，我信心被坚固，高举得胜的旌旗。虽然眼不能见，万军四围环绕我，相信你必兴起为我们开路，敬拜宣告得胜，主你正在行神迹，相信你必同在为我们征战。扬声歌唱敬拜时，你战胜仇敌；信心举手赞美时，你的能力要兴起。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赞美时仇敌逃离。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耶和华已得胜，我信心被坚固，高举得胜的旌旗。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赞美时仇敌逃离。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耶和华已得胜，我信心被坚固，高举得胜的旌旗。和散那归于至高神，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于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凭尊荣归主我神，和散那归于至高神。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凭尊荣归主我神，愿荣耀归万王之王。和散那，和散那，和散
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凭尊荣归主我神，和撒那归于至高神。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全凭尊荣归主我神，愿荣耀归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诚心把一切赞美歌颂都献给天上的父。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无叫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不叫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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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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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在这棕树主日，我们知道随后而来的是主耶稣的受难。求你赦免我们，常常像群众一样，
在顺境时欢呼，却在苦难时离弃你。求你时常提醒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审视自己的内心，不把从你而来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软弱黑暗的地方，求你光照，使我们安静默想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疾苦与救恩，并再次回转向你。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在生活中拿起棕树枝赞美，也能在艰难中跟随你的脚步。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认识十字架上的真理，成为表里如一的基督徒。孩子这样恳求祷告，是奉靠天父你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一起来恭守棕树主日。神的话语记载在圣经，我们一起来恭守主的话语。今天所要看的圣经节是在马太福音第21章1到11节。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第一节，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第3节，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你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第6节，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接下来是牧师正道的时间。今天东旭牧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何塞那加利利的耶稣。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平安的来到主你面前。主，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在许多的挑战跟困难当中，主，我们也再一次将时间分别为圣，恭敬来到主你的面前，同心的敬拜。愿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也使我们心灵与诚实来到主你的面前，专一的来敬拜你。现在的天父，我们将你的话语翻开，主，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让我们知道在这棕树主日当中，主啊，我们献上的敬拜也同时面对我们人心的复杂，耶路撒冷城的全城的扰动。主，我们也再一次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也亲自的透过经文的记载对我们说话，也使我们在宣讲与聆听的都同得主你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何塞那加利利的耶稣。我们说何塞那的呼喊，在当时是这样子的大声，是这样子的明显，在耶路撒冷城当中。我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复活节的主日，也就是下个主日，我们这每一天就是与主同行这一条十字架的苦路。因为从今天耶稣进耶路撒冷城之后，接下来将要面对的就是他去洁净圣殿，然后他的言论，他的医病赶鬼，甚至到这些祭司长、长老还有法利赛人，他们开始反对耶稣，甚至在心里面存着要杀害耶稣的念头。然后接着下来，他们就将这件事情付诸实行，是他们在寻求耶稣的人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告诉他们耶稣在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犹大在最后的晚餐就卖主，然后将耶稣的行踪这个报告给祭司长，然后他就带着仆人还有这些士兵去抓耶稣。隔天早上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审判。那比拉多也在这个审判当中说，洗完手之后说，耶稣我查不出他的罪，但是为了要迎合这群犹太人的领袖，祭司长跟长老，他们一直控告，呼喊着说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他为了迎合这群犹太人，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就宣判。但是洗手的意义是什么？这与我没有相干，现在这个判决与我没有相干。
耶稣因为这样钉十字架之后，我们在接下来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同心聚集，然后纪念。我们星期五晚上在我们同样这个空间，我们进行的是我们西二区7间教会，还包括基隆的光昭教会，要一起来到这当中。我们要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七句话，以及耶稣最后受难的过程。我们要将耶稣同钉十架，象征耶稣的身体，我们一起与耶稣同行到他坟墓的位置，也就是我们1楼所制作这个空坟墓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与主同行。这个同行的过程，我们纪念，也同时对上帝的话语更多的默想，更多的学习，让我们知道这一条受苦的道路。我们说基督教会常常我们在进行的是传福音的动作，在什么时候？在圣诞节。但是其实耶稣出生了，我们会不会心里有一个疑问？他出生了，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来的目的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所进行的这一切的，包括敬拜，包括我们所去了解的信息，这是让我们知道这一个礼拜当中耶稣他来的目的。所以邀请大家，我们真的是要把时间安排出来。我知道在连续假当中，我们接下来4月3号一直到3、4、5、6这几天有连续假期，当然我们有扫墓的行程，但是不要忘记耶稣的空坟墓等着我们见证他胜过死亡的权柄，他有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棕树主日的这一个与耶稣同行进入耶路撒冷城。也许我们比较难去想象这一个耶路撒冷城热闹的景况。我讲一个例子给我们听，这个可能有点贴合在今天的这个现象。在我在美国在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都有耳闻在美国整个这个全美国很热闹的活动，在这段期间叫做嘉年华会，特别是在那个纽奥良这个城市，整个城市好像沸腾一样，闹哄哄的。为什么？因为嘉年华会有很多游行，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种族文化在那边，大家一起庆祝。庆祝什么呢？其实这个背景跟圣经，也就是跟今天我们说棕树主日的背景有相关联。因为当初开始嘉年华会同心庆祝的这一个背景，来自于这个纽奥良的天主教会。而天主教会他们在庆祝的一件事情，如同圣经所说，好像耶稣进城那样子的欢喜雀跃，他们是在庆贺一个嘉年华，庆贺一个游行。所以经文当我们看到前行后面跟随，他在做什么？因为大家正在那个游行的队伍里面，耶稣是游行队伍当中的一员。所以到底在这个游行当中，众人在那边围绕在观看的是耶稣本身，还是整个队伍？其实这个是很难去判断，但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耶路撒冷城在那一天的时候，也同时大家都在沸腾的情绪，都在欢庆的氛围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他提到说要进入耶路撒冷城，要进入之前，其实在外面那些村庄都已经感受到这个热闹的气氛。我记得在这段期间纽奥良这个城市周边的这些城镇这些社区，他们的饭店那个价格都翻2倍上去，而且订不到住房的位置，因为大家都想要去欢庆、去庆祝，然后想要去，我们说美国人的说法就是参加一个 party。但是参加一个 party 的时候，没想到去了，哇，没有住的地方，因为大家一窝蜂就会产生那种人群的群众效应。其实去了到底目的是什么？
可能当中很少人知道。今天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记载，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在附近的村庄就已经看到了有人群不断的涌入耶路撒冷，大家要同心的庆贺。当然，在经文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要骑驴，可是耶稣要骑驴的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会想说，耶稣是不是走路？尤其这个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3层，是往上行。这个诗篇有记载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的时候，那个诗歌都是上行的诗歌，是爬坡的。耶稣是不是脚酸了？是不是他走到一半不想用走的，让驴子来代替他的脚步？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个记载也很特别。耶稣为什么要骑驴进耶路撒冷城？当我们看到经文的记载的时候，难道耶稣是需要一个仪式感吗？这个仪式感会让人产生误会。耶稣骑着驴子，这个仪式感造成的误会是，那当初大卫的王位的继承人所罗门，他也是骑着驴驹、骑着骡子进城。在列王纪上1章33节，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着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训。”那个时候所罗门登基是到基训，那个是下坡。那进耶路撒冷城，如果类比登基，这个是上坡。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地形，或者是这个驴子跟骡子是血统跟这个种类不同的动物，但是你很清楚看到，这个都不会比那个君王真正在乘坐的那种很高大的战马。怎么差别会是这样子呢？这个差别我们要回到大卫，他被上帝呼召，上帝拣选他成为君王的那一刻。还记得我们在撒母耳记上16章提到大卫被拣选的时候，他是他们家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而大卫被拣选了之后，他进到这个扫罗的王宫里面，他第一个所做的工作不是军事工作，他不是打仗的人啊，也不是当兵，他第一个做的工作是弹琴给扫罗听，安抚扫罗的情绪。后来才发现说，出去跟跟这个非利士人跟歌利亚交战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个小牧童平常在王身边弹琴安抚他情绪的人，怎么突然这么勇敢说我要去交战？而且扫罗王说我的战甲、我的战马要让你穿上，他说我不要，我要拿着牧童的那个机旋丢石头，这样子去交战就够了。我们很意外，也很难以相信大卫是这样子上一个生死交战的战场。可是大卫到了战场，对歌利亚宣告这句话说：如今你拿着的是刀枪跟我交战，但是我与你交战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大卫很清楚知道，他交战，他的战争要得胜，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这个刀枪的锐利，不是靠着他的军事力量有多强盛。大卫交战要得胜，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人所准备的这一些先进的科技，多么能够在交战当中取得胜利的这些好处，这些有利益的，对人来讲是一种保障，对人来讲是一种信心。但是大卫的信心在于神，所以当他登基，当他进入当他要交代说他的儿子所罗门进入基训要登基的时候，不要太夸张自己的能力，不要太夸张自己这个多强壮，而是要谦卑说上帝拣选我，所以骑着骡子进城。而骑着骡子进城这件事情，在先知撒迦利亚书9章9节也提到了一个将来的应许，就是在先知撒迦利亚在半个世纪前，他预言了
将来要怎么样判断那位将要来到我们当中犹太人的君王呢？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他要施行拯救，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这个形象，这个记号已经显明出来，而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当这样子的一个记号、一个仪式，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这个当下是这么多人进进出出，大家在那边欢庆的时候，过客如此的多，如何辨识出那个骑驴的耶稣就是将来来的君王？耶稣也在这个欢庆的队伍当中。这样的画面让我们看到众人像迎接君王一样迎接耶稣，这个道路有很高的可能性是大家认为这条欢庆的这一条队伍里面一定有将来的君王，但是是不是耶稣，他们只会知道说弥赛亚将要来，是不是耶稣，到底是谁？这个我们等一下来看。耶稣在马太福音一路的记载，包括他的言论，他进到耶路撒冷城医病赶鬼，众人所理解，包括马太福音第6章登山宝训的8福里面，耶稣好像在表达一个将要来到的国度，而这个将要来到的国度是百姓所期待的。百姓所期待的将要来的国度，他们的想象，他们的刻板印象是一个军事强盛，是一个能够战胜其他邻国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他们活在罗马帝国的殖民以下，活在罗马帝国的殖民以下，他们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要怎么样胜过，是这个将来的国度比罗马帝国更高更厉害，所以他们倚靠的是军事力量，倚靠的是那种能征善战的能力。但是上帝来，借着耶稣来告诉他们，这个将来的国度很明显不是这样，很明显是一个带来他们能够生活上有平安的。当约翰福音6章15节记载，这些百姓开始拥戴，开始要求说耶稣成为他们的君王，那个事件的背后，是因为耶稣看到众人在听他讲道，可是没有饭吃，所以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看到有人奉献出来5饼2鱼，耶稣祝福之后分给众人，众人就吃饱。所以其实这些人对于君王的期待，对于接下来这个国度的期待，只有一件事情：3餐能够温饱，然后有一个平安的居住环境。这岂不是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寻求？我们也在寻求一个好，我们住的地方，我们所在的国家能够安全，能够平安，我们能够3餐吃得饱，能够得饱足。其实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而这样子就是我们心目中一个将来的国度。耶稣的确满足了这样的要求，所以众人开始呼喊说要立耶稣是接下来的君王。这样的呼声出来之后，经文记载说耶稣从当中走过，耶稣没有要让这件事情成就，而这件事情很明显跟耶稣提到的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所说的8福，那个将要来的那个国度是有差别，是有出入的。因为那个将要来的国度跟他们所期待，借着军事力量，借着能征善战，把其他周围的国家都打败，然后得享那个饱足跟平安，是有差别的。这样的画面深植人们的心中，所以在耶路撒冷抱着弥赛亚的期待的人们，他们不再寻求真理、怜悯跟救恩而来的君王，而是期望一位带领反抗军的军事领袖。所以他们需要的是更有掌握这个局势，更能够带给百姓安定的确信。拿着棕树枝铺上他们的外衣，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道路上，
在犹太人的眼中，虽然骑驴作战可能差强人意，但是他能够掌握将来，就像一位先知一样，走在他们前面，大家仍然欢呼拥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和散那。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这样子骑驴进城的记载，大家对于君王的一种刻板的印象，甚至后来发生跌破眼镜的一个行动，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城之后，第一个行动是洁净圣殿，把那一些在圣殿外在做买卖的摊贩全部推倒，然后那些不公义的贩卖牛羊鸽子的行动全部都赶出圣殿。耶稣说，我父的殿必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反而使它成为贼窝。在棕树主日之后，耶稣所做的第一个行动，也引起了这些大祭司、长老还有法利赛人，他们看耶稣，以为这是一个将要带领群众造反的行动。他们心中对于造反有很深的惧怕。为什么惧怕？因为他们看到罗马帝国派的行政长官，不管是比拉多或者之前的长官，他们只要看见百姓聚集，看见百姓当中在讨论一些关于将来不同一个国家的事情，他们就会锁定针对，然后开始派遣军队，甚至是要杀害他们的生命。作为信仰的领袖，他们没办法接受的事情是生命被危害，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信仰需要面对更新转变，是超越生命的代价。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耶稣洁净圣殿的动作之后，经文记载这些祭司长还有长老领袖，他们聚集在该亚法的院里，也就是在最后的晚餐，犹大已经决心卖主，那个当下他们聚集在那里商议要怎么样拿住耶稣，要杀害耶稣。而这样子的动作其实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心里面的焦急是明天就要与他身边的门徒生死分别。可是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当中，门徒还在讨论谁为大。而我们看到在祭司长，在民间的长老，他们所能理解的，他们知道耶稣所要成为是犹太人的王，这样的头衔是拉拢这些仇视反抗势力的罗马帝国。所以比拉多在宣判的时候，照着这些祭司长这个长老所要求的，将那个牌子写上犹太人的王，甚至这些长老这个祭司长所要求说，你不要写犹太人的王，然后写说他自称是。然后比拉多说，写了就写了吧，他也不愿意再做更改，因为比拉多的心态就是一个要应付这群人，他就是为了应付这群人所做这个宣判，是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在那边面对这件事情，当这个祭司长长老确定要用这样的方式，让耶稣成为那个棕树主日棕树枝铺在地上进耶路撒冷城荣耀的君王，可是真正成为犹太人的王，对耶稣来讲，人的心没有归向他，这件事情困难重重。耶稣救恩的程序如何才能达到？他的救恩何时才能使犹太人心中真正将耶稣那个高举他成为王？到如今，我们都在为了耶路撒冷、为了犹太人祷告，看他们什么时候信主。其实就是在证明一件事情：他们心中仍然就像他们的生命里面说妥拉的律法，说这个棕树主日那个载着君王进城的那只驴驹，或者是这些棕树枝，或者这个
纪念耶稣的这些种种的记录，他们反而把那个当成敬拜的对象，而不是耶稣本身。我们看到我们的敬拜是如何在敬拜耶稣自己。所以当这样子的记载让我们看到耶稣他需要花费更大的功夫，困难重重，使人的心归向他。但是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即将要面对的是耶稣钉十字架，而这样子的过程，耶稣在圣殿赶鬼，在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对他认为他们看到耶稣的所行是动摇他们的身份地位，动摇这些祭司长跟民间长老他们在人民心中那个信仰领袖，甚至可以带动人民意见的地位。他们看到耶稣带着这群群众，他们地位被动摇的时候，他们开始商议。这也是我们人的本性。当我们遇到利害的关系，遇到这种自己的权益被剥夺的时候，我们也会反射动作式的要去改变，要去针对这个事情做反应。耶稣看到这些祭司长，看到这些长老，他们愿意捍卫自己的权益，却忘了信仰最初的要求。他们愿意把耶稣钉十字架，杀一儆百，却不愿意归向真神。弟兄姐妹，我这样在讲这个很理性的一个分析，可是你要知道，在受难周，我们常常是感性更凌驾这一些。我们的意志是不是能够真的跟随耶稣走那条十字架的苦路？耶稣被鞭打，遭受刑罚，他还要借着他无罪的本身，代替像死刑犯最无情，把那个痛苦时间拉得最长的受刑罚的方式，在十字架上所面对的。然而我们可以在默想，在信仰的反省当中来观察耶稣受难的每一个细节，因为这些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迎接耶稣成为君王，是要把握住那个小确幸当中的小确幸，要得到这个3餐饥饿得饱足，然后要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但是耶稣要他们拥抱的不是那个军事能力越强的国家，是要超越这些战争、殖民跟经济状况带来的平安。耶稣要他们拥抱的是这个上帝国带给他们的。马太福音在记载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荣耀迎接，用最后这2句话做一个中场的结束。他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大家就问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当时的场景，就好像我们看到嘉年华会的游行的现场，众人在那边聚集，好像看热闹，说哇，今天在耶路撒冷城发生了什么事？而这样子的游行又比过去更热闹，而那个热闹的当中，有人真是看热闹哦，这个他并不完全了解这个游行是为了什么，所以他就问了：这是为了什么要庆祝？大家喊和散那，那个被喊和散那骑着驴驹的是谁？耶稣是谁？还有人不清楚，还有人在看热闹，还有人围在当中。然后稍微清楚一点的人，稍微知道说，哦，那个坐在驴驹上面的，还有他身边的门徒认出他来的，就是那个是来自加利利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先知。可能他们的认识只到这个程度。耶稣是谁？在门徒的心里面，耶稣是谁？在这些群众的心中，耶稣是谁？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已经看完圣经，了解耶稣的受难，知道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们正在那个进行的过程当中。耶稣是谁？那位加利利的耶稣，圣经记载说，在约翰福音7章52节，耶稣说，在这个记载里面说，你也出于加利利吗？
你且去查考，从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约翰福音也提到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表达一件事情，在加利利可能多数在那边居住的地痞流氓、市井小民，是那种卑微的家族，还有那种社区的当下那种大家知道不可能出现什么伟人，不可能出现什么信仰领袖。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这句话充满了矛盾。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众人知道这是先知，可是这样的了解不是帮助我们知道说，英雄不怕出身低，不是这句话，是我们更清楚能够体会到耶稣他的出身，他的这个家世背景，之所以待在那个地方，是让我们更清楚，耶稣也与受苦难，在那种卑微家庭里面，天天面对辛苦的生活的人，耶稣与他们同住，亲近他们。弟兄姐妹，你生命当中有遭受许多不公平吗？你忍受了重担、压力，甚至想要活出人们心中的样子，但是真实的你自己，因为这个差异太大而觉得痛苦吗？耶稣要我们领受这样的信息。当人们的心中说耶稣是谁，他不过是拿撒勒人来，他不过是从拿撒勒来的，他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城。这样的过程在对我们说话。耶稣进到这个人之间关系复杂，还有面对迎接的耶稣是这么荣耀，结果1个礼拜不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么复杂人心的变化，耶路撒冷城，耶稣主动进来，他也要主动进入我们复杂的生命当中，他也要主动进入我们心里面，前1秒钟还在欢迎他，下1秒钟背叛他，下1秒钟否认他。耶稣要让我们的心里面敞开，看到耶稣主动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也要让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受苦的记号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失望，在那个错误的期待里面，更定睛这位拯救的源头。他是基督，他应验了预言，过去骑驴进城，他要超过我们所想所求，行着拯救的大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宝血，宝贵的十架成为我们生命的救恩，让我们知道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来行这些，是为了你我得救而来。我们邀请敬拜团上来，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心站立，用宝贵十架来回应上帝的救恩。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使
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今日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让我们知道这个荣耀的背后，将要为我们众人的罪所担负的是沉重的十字架，以无罪代替有罪。主，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是我们得主你的接纳，信靠主你的人能够得自由，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不再行在黑暗中，能够走在光明。主，你看顾我们每一个脚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让我们与你同行苦路，让我们同行在受难周这个重要的主耶稣你的救恩。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行走，不论是我们心中看到耶稣的不舍，或是我们生命当中更深的确信耶稣是我们全人的帮助。求主你就带领我们走接下来，直到主你复活那日，我们可以宣告主你战胜死亡，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祝福。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谢谢东旭牧师今天用的信息帮我们重新剖析了在耶稣进那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个整个城里面错综复杂，还有耶稣自己内心的纠结。那求主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众人当中能够一眼就认出主耶稣来能够开我们的口，让我们能够口里宣认，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心里相信，然后带领着我们一起背着我们自己的十架来跟随主的脚中行。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奉献马来西亚的同工。
一同站立来唱《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你。好，弟兄姐妹，请坐。好，接下来我们来请问今天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吗？没有哈，有点冷。好，那个没有，也希望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哈，能够把其他的弟兄姐妹都当作新朋友一样，每次都用你最盛情的热情来款待他。好，接下来我这边来一起做教会事工的报告。第一点，今天是教会的中树主日，也是主耶稣受难周的开始。那希望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以安静的心，与主同受苦难，尽量避免喧哗有乐的行程。第二点，我们之前申请的新的奖学金，经过审查之后通过的有。子晴、心怡、新月、陈佑、瑞木、子俊，好多小朋友，可是也就只有小朋友。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新的奖学金还有国中、高中、大专好多，那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国中、高中、大专的小朋友一起来领这个新的奖学金。好，第三件事，我们这个礼拜3的查经祷告会，为了受难周，为了主。为我们死，我们有做一些特别的安排。那待会请牧师再做补充。第4点，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6晚上，有一个基础乐理培训班，请那个我们之前有报名的会友，记得完成上个月老师交代的功课。那我们4月4号，下个礼拜6晚上6点45分要开始上课，记得带自己的课本，准时出席在1楼。然后这个礼拜5的晚上8点钟，我们台北中会西2区有7间教会，包括信义、成功、三光、仁义、八里、中心，还有我们教会以及基隆的光照教会，要一起在我们教会举行受难日的联合圣餐祷告会。礼拜5晚上8点钟。我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一起过来，我们预备心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那相关的细节，待会牧师会再做补充。那下个主日4月5号一大早，没错，就是早上7点钟，要在教会1楼广场，我们有一个朝阳礼拜。那要在清晨一起来纪念那些到耶稣的墓穴第一波发现耶稣已经复活的见证。那我们今年第一次的要在复活节的早上7点钟举办这样的朝阳礼拜。那虽然对某些年轻的朋友来讲可能有点挑战，有挑战才会更有成就。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朝阳礼拜。然后紧接着是下个主日早上9点钟，我们是联合礼拜。所以不会有11点在礼拜，就9点钟会有联合礼拜。那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庆贺，一起来领受主的救恩，以及一起来宣扬主复活的这个大好消息。然后接着4月11号，下礼拜6早上，台北中会有针对我们教会的干部，又举办一个初阶的长职训练，再邀请长职同工一起来参与。那报名直到下个礼拜。那第2季的服志轮值表已经公告，那有了伙伴习惯用 mail 的干事已经寄出去，用 LINE 的，用纸本的，可以在楼下的服务台这边来拿取。那如果时间上有不方便冲突的，
记得再找其他的同工来做交换有做调整之后，记得把调整的结果跟干事那边做一个回复好让他再提醒相关的同工留意。然后接着我们的新眼光读经第2季已经放在楼下招待桌，也欢迎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带回去作为自己在灵修当中的补充教材。那也有固定的时间来跟我们的神亲近。那另外就是已经提醒，我看已经1个月、2个月、1季、2季有了我们1楼的沙发区在礼拜后会作为新人接待区希望我们的伙伴能够体谅就稍微让一下。平常那边是我们联谊区没关系就礼拜后做新人接待的区域那团契的事工，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在4月12号华语礼拜结束后，要在2楼的教育馆召开儿主的同工例会。那4月19号要举行我们1年1度的户外教育活动。那这一次的活动安排是要去参访我们新北市消防局第3大队泸州中队的泸州消防队。讲了这么长的名字可能不清楚，简单的讲就是中山2路加油站对面那个消防队那我们的儿主的小朋友也欢迎我们家长一起报名我们会浩浩大大的到消防队那边来做一个参访，有关于消防啦、救护啦以及防灾方面的一些活动也欢迎我们儿主的家长一起来报名。那报名的部分就找我们英英校长来报名那也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融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那在我们教会有一些会有一些长辈有身体不适的需要代祷的，也希望我们放在周报当中，能够从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个人在跟我们的主亲近的时候，能够为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以及教会的需要，以及国家的需要来提名代祷。好，接着请东旭牧师来做补充。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钟志兄跟瑞珍姐有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再次在我们当中。然后跟大家说明，就是我们这接下来受难周的过程的星期三，我们有特别的安排的祷告会，会用主受难的这些经文，我们的那个既定，我们每一个礼拜创世纪在星期三的查考会先暂停。那这个安排，我们也欢迎大家星期三能空出时间。我知道接下来5、6日1这个是清明连续假期，这个对于时间的安排来说，我们可能会有需要回去扫墓、回去祭祖等等的这些安排。那这个我想我们都可以这个安排在行程当中。那也做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扫好我们自己的祖先的墓的时候，不要忘记教会我们也有一个空坟墓，一起来见证跟宣告耶稣胜过死亡的诠释。然后我们也持续为了我们的教会的一些行程，就是在复活节之后紧接着而来许许多多的这些活动，我们也为了这些事情来代祷，也邀请大家来关注我们教会的这一些活动，然后可以踊跃的来参加。以上补充，谢谢。好，我们一同起立唱善辉诗，愿你平安。的爱永留我心，奇妙的爱永留我心，是主耶稣亲口恩安。他说愿你平安，奇妙的爱永留我心，奇妙的爱永留我心，是主耶稣亲口恩安。他说愿你平安，让我诚心祝福你，愿你平安，耶稣已经复活，愿你平安。愿你
天而来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他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救赎的代价。愿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荣耀进入，象征君王，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尊主为大。愿圣灵亲自纪念、感动我们，记住耶稣为我们在这个受难周当中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看到负重价背十字架的耶稣，我们也能同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默祷闭会。